北市汐止区樟树国民小学104学年度学校及社区联合运动大会。大会开始，主席就位，全体运动员及现场来宾请起立。1到3年级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请起立。请脱帽，唱国歌。请布帽，来宾、幼儿园及所有今天莅临的贵宾的谢意，感谢他们大老远从各地奔波前来我们学校，每年都来给我们小朋友加油鼓励，谢谢他们的浓情厚谊。那在此也感谢所有家长，您对学校多年来的支持，有您的支持，相信樟树国小一定会一年比一年更好。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宾致辞。好，那接下来校长就恭请今天到场的贵宾来为小朋友勉励。首先，我们就先恭请6726议员来为小朋友加油，因为他每年都会到场来给小朋友鼓励。小朋友，请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廖议员。樟树国小的所有志工那默默的为我们樟树国小来奉献。那我想我们的小孩子交给樟树国小。我想我们最放心的校长非常用心，主任老师都非常的用心那是一所樟树国小是一所非常优质的学校一年每一次办活动一定要到学校来看看我们的各位同学那要借着机会祝我们今天的社区运动大会顺利圆满成功。那健身强国，唯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国家才会强盛那。也要借着机会祝我们所有的选手那有好的成绩表现发挥运动员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祝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廖议员，他也赞助我们经费，让我们购买电脑资讯设备，对学校一直都非常的关心。谢谢他多年来为樟树国小小朋友提供这么多的建设，再一次谢谢他。
曲的意思是描述我们部落族人在田中农忙，从辛苦的插秧开始，接着在田中辛劳的除草，忙到稻穗丰收的过程，最后族人一起跳舞丰收。希望借此舞曲来展现阿美族人勤奋的个性。这次6年级的大会舞是由自己选曲编舞，而且是由学年级所跳的一个产生的哦。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自己选曲编舞，甚至是教学，全程都由他们自己一手包办。虽然不一定非常的专业或者是非常的完美，但全部都是孩子们的才智与创意。他们让我恋爱是愉快的，是甜蜜的。虽然现在不是他们谈恋爱的年龄，但是他们期待自己在樟树国小的最后1年，无论在学习上，或者是和师长、同学及学弟妹的相处上，都能够像恋爱般的甘甜，为自己的小学生涯留下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热烈的掌声欢迎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所带来的表演。这一支舞蹈是我们6年级小朋友自己编的，非常了不起。还有小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跳哦。
你们，谢谢6年级小朋友，你们今天表现太棒了，谢谢。谢谢6年级的老师们，感谢你们指导。今年的6年级表现真的是让人眼睛一亮。请起立，裁判，请将成绩归零。好，小朋友尽快啊，因为待会儿我们即将要准备4年级的40公尺，4年级的竞赛哦，所以大队接力了，所以尽量要注意。5年1班、5年2班，还有5年4班，来司令台前颁奖，来司令台前授奖。待会儿所有到台前来领奖的班级代表，请从我们跑道外围绕到司令台前，尽量不要直接穿越跑道，以免影响整个赛程。谢谢。恭喜5年1班、2班、4班荣获前3名。没有得奖的班级也不要气馁，明年还有机会。现在场中央进行的是6年级的趣味竞赛投篮高手，这个是需要2个人的合作默契才能一起顺利前进，并将球投入活动篮筐内，所以这个是在考验小朋友的默契、同心合作的精神。大家一起为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加油打气！虽然现在天空飘着一点小雨，但是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仍然不畏风雨，奋勇向前。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现在请在跑道内场中央的所有的家长。请所有的家长，请在场中央跑道内的所有的家长，请您现在先退到跑道外，请您先退到跑道外侧。麻烦4年级的家长，如果您要为您的孩子加油打气的话，请到跑道的外侧。感谢您的配合。大会报告，请场中央所有的家长，请您退到跑道外侧。等会跑道上要进行的是4年级大队接力，请各位家长们配合，谢谢。比完的同学请蹲下。预备组的同学站起来，其他同学请你先蹲下。预备的那一组只有一组6年级。虽然飘着一点小雨，我们小朋友还是要发挥运动家的精神，拿出最好的精神，好好的把我们今天的活动完成。现在目前跑道上这边即将准备进行的是4年级大队接力，在第1跑道穿着棕色背心的是4年3班，第2跑道穿着紫色背心的是4年1班，第3跑道穿着粉红色背心的是4年2班，在第4跑道穿着黑色的背心是4年4班。为维护比赛安全，请勿再任意穿越跑道。
接力已经正式鸣枪起跑啦！请所有来宾千万不要被靠近跑道，感谢你们配合。还有场中央的大朋友、小朋友、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如果你完成比赛，请你蹲下，请你蹲下。 4年级的小朋友加油！现在已经都进行到第3棒，第3棒都已经接到了。第3棒的小朋友可以开始抢跑了，这个时候才是看过来分晓的时候。4年级小朋友加油加油！接力要开始喽！6年级的各班的第1棒已经起跑了。现在要让我们的跑道同时进行比赛，请感谢观众还有所有小朋友，不要靠近跑道，以免发生危险。跑道上穿着粉红色背心的是6年2班，穿着棕色背心的是6年3班。 穿着黑色背心的是6年。
为参加